夏天最辛苦嘅未必淨係個天氣熱，亦未必淨係出汗多，而係個身無端端重晒。朝早起身嗰陣，對腳仲算輕鬆，着住拖鞋喺屋企行來行去都冇乜特別感覺。點知去到下晝，腳眼開始脹，襪邊勒出一圈心痕。平時着開嗰對鞋，突然好似細咗半個碼。行多幾步路，兩條腿就好似綁住兩個濕沙包，抬都抬唔起。返到屋企，本來只係想坐低休息一陣，點知一坐落梳化，就連起身斟杯水都嫌攰，個頭昏昏沉沉，個胃又冇乜口味，成個人好似俾一層濕棉胎包住，瞓極都唔夠精神。好多老人家一見到呢種情況，第一句話就係濕氣重咯，煲啲祛濕湯飲下咪得。於是冬瓜、薏米、赤小豆、土茯苓，見到乜就全部掉落煲，煲到成煲黑麻麻，一日逼自己飲3、4大碗。有人仲會將薏米水擺入雪櫃，凍冰冰咁當水飲，以為去廁所多幾次就等於濕氣已經排晒出來。但我同你講，你聽我講完先。腳腫、身攰的確可以同天氣濕熱、食得太鹹、凍飲太多、坐得太耐，又或者脾胃狀態差有關，但唔代表所有腳腫都係同一回事，更加唔代表飲2煲涼茶就一定可以解決。最怕係身體已經俾緊信號你就用一句濕氣重將所有問題都蓋住晒，到最後真正應該處理嘅冇處理，反而因為亂飲亂食，將本來已經弱嘅脾胃再拖垮多一層。人去到某個年紀，身體唔會無緣無故同你作對。佢今日用一個腫字提醒你，聽日可能用一個攰字提醒你，再過幾日就用冇胃口、瞓唔好、行路冇力，繼續提醒你。最怕唔係身體出聲，最怕係身體一路出聲，你仲當聽唔到，繼續用後生嗰套生活方式去消耗佢。老一輩成日講夏天要去濕，呢句話唔係錯，但只講咗一半。照中醫嘅講法，脾主運化，講得生活化啲，脾胃就好似屋企個廚房，加埋成套去水系統。你食落肚嘅飯菜肉同湯水，要靠佢慢慢消化吸收，再轉成身體用得着嘅氣血。至於身體暫時用唔着嘅水分，亦要靠整體運化慢慢帶走。廚房火力夠，水渠又通，間屋自然乾爽。廚房火弱，水渠又慢，啲水氣排唔出去，地下會濕，牆角會發霉，間屋住落都會覺得翳焗。人都一樣，脾胃一弱，身體處理飲食同水分嘅能力就會慢落來。你未必即刻痛俾你睇，但會慢慢出現舌苔厚、口入面黏，食少少就脹，飯後想瞓，大便偏爛，雙腿沉重。落樓去街市兜一個圈，返到屋企已經冇晒力。尤其係夏天，外面熱到成身汗，一入屋就將冷氣校到10幾度，口渴就飲凍檸茶、凍奶茶、凍啤酒。冇胃口就食西瓜、雪糕、涼粉頂住。下晝坐喺梳化睇電視，一坐2、3個鐘，兩隻腳喐都冇喐過。表面睇好似樣樣都係為咗消暑，實際上寒涼甜膩、重口味同久坐一齊疊埋上身，最容易令本來已經唔算強嘅脾胃更加吃力。我識得一位陳姨，67歲，住喺舊區一棟冇電梯嘅唐樓。佢後生嗰陣做過酒樓樓面，個人好爽朗，行得快，講嘢又大聲，邊個街坊有咩事都鍾意揾佢幫手。退休之後，佢最鍾意下晝約幾個老友飲茶，飲完返屋企開冷氣睇電視劇，一坐低就坐到食晚飯。有一年夏天特別濕熱，陳姨開始覺得對腳唔對路。最初只係下晝腳眼有少少脹，佢冇理，覺得天氣熱，年紀大，人人都係咁。過多2個禮拜，連朝早起身都覺得小腿繃緊，着慣嗰對布鞋開始夾腳。落樓梯嗰陣，兩隻腳仲有種踩唔實地嘅感覺。個女叫佢去睇醫生，佢仲笑住話：使乜咁緊張啊？濕氣重啫，
我煲2次脆濕湯就冇事。於是佢去藥材鋪買咗一大包材料，返屋企日日煲。又聽隔離阿嬸講，薏米水愈淡愈利，就一日飲幾大杯。天氣熱，佢仲將煲好嘅薏米水擺入雪櫃，凍冰冰先覺得過癮。頭2日佢覺得自己去廁所多咗，好似真係排緊濕，仲周圍同人講呢個方法有效。點知過咗幾日，人冇輕到，反而胃口差咗。個肚成日咕嚕咕嚕，大便又稀，朝早起身更加冇力。有一晚佢煮飯煮到一半，企喺廚房突然覺得對腳好重，條腰又軟，成個人冇晒氣力，最後索性熄火坐低，連飯都唔想食。個女返到屋企，一見到佢對腳，即刻嚇咗一跳，兩邊腳眼都腫，襪邊壓住一圈印，個面仲帶住一陣倦色。個女今次冇再同佢爭，直接陪佢去睇醫生。好彩檢查之後，當時冇發現急症問題。不過醫生問得好仔細，平時有冇心口翳，有冇氣促，尿量有冇明顯少咗，腳腫喺一邊定2邊，最近食得鹹唔鹹，坐得多唔多，又有冇食緊長期藥物。醫生再問佢最近點食，陳怡先慢慢數出嚟。朝就食方包茶煉奶，中午飲茶食燒賣排骨鳳爪，下午一杯凍檸茶，夜晚嫌天氣熱，成日淨食西瓜涼拌菜或者醃菜配粥，煲冬瓜湯，又中意落鹹肉、火腿同瑤柱，覺得夠味先叫有營養。佢自己聽完都靜咗，因為每一樣單獨睇好似冇乜大不了，但日日疊埋一齊，身體就未必頂得順。個女喺旁邊忍唔住話：你成日講自己冇食幾多，原來你食落肚嘅樣樣都鹹，又凍又甜，飲完脆濕湯，轉頭又一杯凍飲落肚，個身體點跟得切啊？陳怡去到呢一步先明白，原來腳腫唔係一句濕氣重就講得晒，有啲情況一定唔可以拖。假如只係一邊腳突然腫得好快，仲又紅又熱又痛，又或者腳腫同時有胸口痛、呼吸困難、頭暈心慌，再或者雙腳持續愈腫愈厲害，連面手或者個肚都跟住腫，尿量亦明顯有變化，就唔好繼續喺屋企靠食療估下，要盡快俾醫生評估原因。呢句說話唔係嚇你，而係提醒你，腳腫背後可以有好多唔同原因，唔應該全部俾濕氣2個字遮住。食療可以幫你將日常飲食調得清淡溫和啲，但食療唔係檢查，更加唔係處理急症嘅方法。陳怡返到屋企之後，先真正開始改。第一樣唔係再加多一包藥材，而係停咗日日凍飲。個女幫佢將冷氣校高少少，夜晚睇劇，每隔40分鐘至1個鐘就叫佢企起身行幾步。煮餸落鹽，亦比以前輕手，醃肉、鹹魚、火腿、濃醬汁都慢慢減少。因為一個人如果長期食得太鹹，身體會更加容易留住水分，腳眼自然可以脹得更明顯。第二樣，佢唔再見到天然去濕4個字就照單全收。以前佢以為天然就一定溫和，食得愈多就愈快見效，後來先明白食物都有自己嘅偏性。老人家脾胃弱，日日大量飲偏涼嘅嘢，未必脆到濕，反而可能先傷咗胃口。胃口一差，食唔落，冇氣力，成個人更加虛。呢種所謂輕，唔係身體輕盈，而係虛到冇晒精神。個女仲幫佢整咗一本細細嘅記錄簿，每日寫低3樣嘢：今日食過乜，對腳幾時最腫，個胃舒唔舒服。頭1個禮拜，佢哋冇急住煲複雜湯水，只係先將飲食變返清淡。早餐唔再食煉奶方包，改成一碗暖粥或者幾件蒸山藥。午餐少食醃製、煎炸同醬汁多嘅餸。夜晚亦唔再用西瓜、涼粉頂替正餐。等個胃慢慢穩定之後，先開始將5種日常容易買到嘅食物輪流加落飲食裏面，唔係一日食晒，亦唔係餐餐都食。
今日身體狀態適合就食少少，聽日個胃唔舒服就停一停，識得停，識得減，識得睇反應，先叫真正識食。第一種係冬瓜，夏天一講到消暑，好多人都會諗起冬瓜。冬瓜水分多，味道清，煮湯、滾湯、蒸煮都方便。陳義以前都成日食冬瓜，不過佢嗰種食法未必真係幫到自己。佢煲冬瓜湯，鍾意落2大塊鹹肉，再加火腿同瑤柱，覺得咁樣先夠鮮甜。結果冬瓜本身清淡，成煲湯就鹹到飲完口渴。第二朝起身，對腳反而更加脹。個女同佢講：你唔係食緊冬瓜，你係飲緊一煲鹹湯。陳義聽完忍唔住笑，但道理就喺呢度。一樣食材本身可以清淡，但你用重鹽、濃湯、肥肉去煮，最後身體收到嘅未必係你心裏面想象嗰種祛濕。後來佢改成冬瓜瘦肉湯，落1-2片薑，鹽只係輕輕調味，有時連肉都唔落。淨係冬瓜加冬菇滾湯，又或者將冬瓜切片蒸熟，落少少蔥花同熟油，食落肚唔會太滯，亦唔會飲完口渴。不過冬瓜性質偏涼，如果嗰幾日大便比較稀，個胃凍凍地，食少少涼嘢就肚痛，佢就唔會勉強自己食，因為每一樣單獨睇好似冇乜大不了，但日日疊埋一齊，身體就未必頂得順。個女喺旁邊忍唔住話：你成日講自己冇食幾多，原來你食落肚嘅樣樣都鹹，又凍又甜。飲完脆濕湯，轉頭又一杯凍飲落肚，個身體點跟得切啊？陳義去到呢一步先明白，原來腳腫唔係一句濕氣重就講得晒，有啲情況一定唔可以拖。假如只係一邊腳突然腫，腫得好快，仲又紅又熱又痛。又或者腳腫，同時有胸口痛、呼吸困難、頭暈、心慌，再或者雙腳持續愈腫愈厲害，連面手或者個肚都跟住腫，尿量亦明顯有變化，就唔好繼續喺屋企靠食療估估下，要盡快俾醫生評估原因。呢句說話唔係嚇你，而係提醒你，腳腫背後可以有好多唔同原因，唔應該全部俾濕氣2個字遮住。食療可以幫你將日常飲食調得清淡溫和啲，但食療唔係檢查，更加唔係處理急症嘅方法。陳義返到屋企之後，先真正開始改。第一樣唔係再加多1包藥材，而係停咗日日凍飲。個女幫佢將冷氣校高少少，夜晚睇劇，每隔40分鐘至1個鐘就叫佢企起身行幾步。煮餸落鹽，亦比以前輕手，醃肉、鹹魚、火腿、濃醬汁都慢慢減少。因為一個人如果長期食得太鹹，身體會更加容易留住水分，腳眼自然可以脹得更明顯。第二樣，佢唔再見到天然去濕4個字就照單全收。以前佢以為天然就一定溫和，食得愈多就愈快見效，後來先明白食物都有自己嘅偏性。老人家脾胃弱，日日大量飲偏涼嘅嘢，未必去到濕，反而可能先傷咗胃口。胃口一差，食唔落，冇氣力，成個人更加虛。呢種所謂輕唔係身體輕盈，而係虛到冇晒精神。個女仲幫佢整咗一本細細嘅記錄簿，每日寫低3樣嘢：今日食過乜，對腳幾時最腫，個胃舒唔舒服。頭1個禮拜佢哋冇急住煲複雜湯水，只係先將飲食變返清淡。早餐唔再食煉奶方包，改成一碗暖粥或者幾件蒸山藥。午餐少食醃製、煎炸同醬汁多嘅餸。夜晚亦唔再用西瓜、涼粉頂替正餐。等個胃慢慢穩定之後，先開始將5種日常容易買到嘅食物輪流加落飲食裏面。唔係一日食晒，亦唔係餐餐都食。今日身體狀態適合就食少少，聽日個胃唔舒服就停一停。識得停，識得減，識得睇反應，先叫真正識食。第一種係冬瓜。夏天一講到消暑，好多人都會諗起冬瓜。
冬瓜水分多，味道清，煮湯、滾湯、蒸煮都方便。陳姨以前都成日食冬瓜，不過佢嗰種食法未必真係幫到自己。佢煲冬瓜湯，鍾意落2大塊鹹肉，再加火腿同瑤柱，覺得咁樣先夠鮮甜。結果冬瓜本身清淡，成煲湯就鹹到飲完口渴。第二朝起身，對腳反而更加脹。個女同佢講：你唔係食緊冬瓜，你係飲緊一煲鹹湯。陳姨聽完忍唔住笑，但道理就喺呢度。一樣食材本身可以清淡，但你用重鹽、濃湯、肥肉去煮，最後身體收到嘅未必係你心裏面想象嗰種祛濕。後來佢改成冬瓜瘦肉湯，落1、2片薑，鹽只係輕輕調味，有時連肉都唔落，淨係冬瓜加冬菇滾湯，又或者將冬瓜切片蒸熟，落少少蔥花同熟油，食落肚唔會太滯，亦唔會飲完口渴。不過冬瓜性質偏涼，如果嗰幾日大便比較稀，個胃凍凍地，食少少涼嘢就肚痛，佢就唔會勉強自己食。食療唔係打卡，今日冇食唔代表蝕底，身體唔受得，你仲夾硬塞落去，先係真正冇分寸。第二種係赤小豆，好多街坊會將赤小豆同普通紅豆混埋一齊。煲湯常用嘅赤小豆一般比較細長，普通紅豆就圓潤啲，好多人會用嚟煮糖水。陳姨第一次煲赤小豆，仲係照舊習慣，加咗1大塊片糖。佢覺得豆類冇甜味，好難入口。個女一見到就話：咁樣唔叫調理，叫食糖水。好多人成日犯呢個錯，聽人講赤小豆好，就日日煲甜湯；聽人講綠豆清熱，就加糖加到黏口；聽人講燕麥健康，就沖1大杯煉奶落去。食材冇錯，錯在你點配，亦錯在你以為只要食咗嗰樣所謂健康食物，其他材料就可以唔使理。後來陳姨用赤小豆配少量陳皮，加瘦肉煲湯，唔落蜜棗，亦唔追求濃味。佢唔會一次飲成大煲，只係一家人每人飲1碗。豆煮到軟，連少量豆一齊食，唔係淨飲湯水。不過豆類比較容易令人脹氣，老人家消化慢，份量更加要控制。陳姨有一晚貪心，覺得天然食物食多啲冇所謂，結果食多半碗，個肚脹到瞓唔好。自此之後，佢先明白食得啱唔單止講食材，仲要講份量。任何食物一過量，好嘢都可以變成負擔。第3種係薏米，薏米可以話係最多人認識嘅去濕食材。天氣一熱，10個街坊有8個都會話煲薏米水。但薏米亦係最容易俾人亂用嘅一種。陳姨之前就係日日飲凍薏米水，飲到肚屙，仲以為係濕氣排緊出來。我同佢講，身體唔舒服就係唔舒服，唔好將所有反應都解釋成排毒。你食完一樣嘢，個胃越來越差，人越來越虛，就應該停一停，唔係繼續頂硬上。養生最怕嘅就係將難受當成好轉，將虛弱當成身體正在清理。後來佢將生薏米先用白鑊慢慢炒香，放涼之後收好。每次煲粥只加少少，再配山藥或者一小撮米，煮到軟綿綿，暖暖地食，唔再當水咁由朝飲到晚，亦唔再放入雪櫃。佢發現同一樣薏米食法一改，身體感受真係唔同。以前飲完個肚凍冇胃口，後來少量放入粥裏面，反而比較容易接受。不過要記住，容易胃寒、長期肚屙、食少少凍嘢就肚痛嘅人，唔好因為聽到天然去濕就日日大量食薏米。孕婦、長期病患者，又或者醫生已經要求控制飲食水分同某類營養成分嘅人，更加應該先問清楚專業意見，唔好自己將食療當藥方。第4種係白扁豆。陳姨以前幾乎冇買過白扁豆，
因為覺得佢冇冬瓜咁出名，亦冇薏米水咁多人講。後來先知道，對於一啲脾胃比較弱、食完飯容易脹、成日冇精神、大便偏爛嘅老人家，白扁豆係一種幾溫和嘅家常選擇。點解我話佢溫和？因為養生唔應該淨係想着將水排走，仲要顧翻負責運化嘅脾胃。你屋企個去水渠塞咗，唔係日日倒更多強力清潔劑落去就得。有時要先清走油污，修好條渠，水先行得順。陳怡用白扁豆煲湯，份量唔多，配山藥、瘦肉同一小片陳皮，煲出嚟味道淡淡，唔會太寒涼。佢每星期食1、2次，唔係日日照住同一個方法煮。最初佢嫌味淡，食2啖就想加豉油。個女叫佢試下慢慢嚼，唔好餐餐都追求重口味。過咗一排，佢味覺淡返，反而覺得以前啲湯真係太鹹。人嘅口味係會慢慢養出來，你日日食濃味就會覺得清淡冇味。你肯俾自己2、3個禮拜，條脷適應咗，就會食得出冬瓜有清甜，山藥有粉糯，白扁豆有淡淡豆香。好多時候唔係身體需要重味，而係習慣需要。習慣養得出來，亦改得到。第5種係山藥。山藥同前面幾樣唔同，佢唔會俾人一種食完即刻去多幾次廁所嘅感覺。有人因此覺得山藥唔夠勁，唔算退濕。但真正養身體，邊有樣樣都要即刻見效？山藥嘅價值往往喺於幫你顧住個底，脾胃有返力，食落去嘅嘢可以好好消化，身體先有條件處理多餘水濕。陳怡以前冇胃口嗰陣，最中意唔食飯，淨係飲涼茶，結果個胃淤空，個身淤虛。後來個女將山藥蒸熟，切成小塊，配暖粥或者瘦肉湯，唔需要整得好複雜，亦唔加糖。有時早餐食2、3件，個胃暖暖地，去到中午都冇以前咁攰。佢後來最常煲嘅係山藥白扁豆瘦肉湯，材料唔多，味道唔濃，亦唔係話一飲就消腫。佢只係將呢碗湯當成普通飲食嘅一部分，慢慢幫個脾胃減少負擔。5種食物，陳怡從來冇一日食晒。星期1食冬瓜，星期3煲赤小豆，星期5煮白扁豆山藥湯，薏米就間中加少少落粥。邊日個胃唔舒服就停一停，食返簡單暖粥。邊日出街飲茶食鹹咗，夜晚就清淡啲。呢種食法睇落唔掹動，亦冇乜7日排清濕毒咁吸引，但身體真正需要嘅，往往就係呢種穩定同分寸。大概過咗3個幾星期，陳怡個女最先發現阿媽下晝坐完一輪，脈邊冇以前咁深。陳怡自己就覺得朝早起身冇咁重，去街市行一圈，返到屋企仲有精神執下廚房。佢問個女係咪5樣食物真係咁神？個女答得好清醒，唔淨係食物。你而家少咗凍飲，食淡咗，又肯起身行，仲有照醫生講嘅做，樣樣加埋先有分別。呢句話先係重點。食物從來唔係仙丹，冬瓜、赤小豆、薏米、白扁豆、山藥，只係幫你將日常飲食變得合適啲。真正令身體慢慢輕返嘅，係你冇再一邊食祛濕湯，一邊日日凍飲，冇再一邊話想消腫，一邊餐餐食到鹹一鹹，亦冇再坐足半日，期待一碗湯幫你解決所有問題。好多老人家唔係唔肯養生，而係太心急。今日見腳腫，就想聽日消晒；今日開始食山藥，就想3日後精神十足。聽人講某樣食材好，就一次過買幾斤返屋企，日日食到怕為止。但身體用咗幾十年，習慣累積咗幾十年，邊會一夜之間全部改變？而經講變化，最重要唔係猛，而係識得順勢，識得一點一點調整。水滴可以穿石，靠嘅從來唔係一滴特別大，而係日日都落喺啱嘅位置。
養脾祛濕都一樣，唔使今日做得驚天動地，只要每日少一杯凍飲，少一啖鹹味，起身行多幾步，食材輪住配，身體自然會慢慢俾反應你睇。陳以調理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有日朝早去街市，行到樓下先突然醒起，自己竟然冇再扶住條腰，亦冇一落樓就話對腳重。以前行10分鐘，佢就想揾張凳坐。嗰日買完菜返屋企，仲有精神將廚房執乾淨。佢企喺窗邊望住自己對腳，笑住同個女講：原來個身輕返，人個心都會開返。呢句話聽落好普通，但人去到60、70歲就會明白，身體輕唔輕真係會影響成個人點樣過日子。對腳重，個人就唔想行，唔想行，日日困喺屋企，個心就越嚟越悶。個心一悶，夜晚又瞓得差，瞓得差，第二日更加攰。身體同心情從來唔係分開兩樣嘢，而係一環扣住一環。所以祛濕呢件事，表面睇係調理身體，其實更深一層係幫自己重新整理生活。易經講陰陽消長，任何嘢一過頭就容易失去平衡。夏天本來陽氣浮喺外面，人容易出汗，身體裏面相對空虛。呢個時候如果一味貪涼，冷氣開得太低，凍飲一杯接一杯，表面好似涼快咗，裏面卻未必承受得到。老祖宗講順時而養，唔係叫你夏天唔可以開冷氣，亦唔係連一啖涼嘢都唔准食，而係提醒你凡事留返3分，熱得滯要降溫，凍得滯又要收一收，食得滯要清淡，餓得滯又要補充。身體最中意嘅從來唔係極端，而係中間嗰個剛剛好。好多老人家調理極都唔見輕，唔一定係食材揀錯，而係日日喺度同身體拔河。朝早飲暖粥，中午就飲凍奶茶，夜晚食山藥，臨瞓前又食幾塊鹹餅。一邊飲赤小豆湯，一邊坐足4個鐘唔喐，身體剛剛想順返少少，又俾舊習慣拉返轉頭。養生最難，唔係知道而係做到，唔係做一日而係肯做落去。道家講順其自然，唔係叫人乜都唔理，而係唔好用猛力逼身體。你今日腳腫就恨不得聽日消晒，今日身攰就一次過食5、6種補品。呢種心急本身就係另一種消耗。水要慢慢流，氣要慢慢養，脾胃亦要慢慢恢復。真正有智慧嘅人唔會因為2、3日未見變化就不停轉方法，佢會觀察身體，改一件事，守一段時間，再睇反應。陳醫後來就學識咗呢種分寸，佢唔再日日問今日食乜可以快啲消腫，反而每日問自己：我今日有冇再做啲令身體更重嘅事？呢個問題一轉，成件事就唔同晒。夏天想令身體慢慢輕泛，有幾件事比你盲目追一種所謂意濕神物更加重要。凍、甜、鹹3樣唔好一齊過量。凍飲飲得太多，容易令本來已經弱嘅脾胃更加唔舒服。甜膩食得多，個胃容易滯，人亦會更加冇精神。食得太鹹，身體又可能更容易留住水分。唔係話3樣完全唔准食，而係唔好一日由朝到晚都圍住佢哋轉。朝早盡量飲暖水或者食暖粥，下晝真係想飲凍嘢，可以飲少杯，唔好當水咁灌。晚餐清淡啲，特別係腳容易腫嘅人。醃製食物、濃醬汁同加工肉類都要留意份量。你每日少1分刺激，脾胃就多1分喘息。5種食物要輪住食，唔好日日重複。冬瓜、赤小豆、薏米、白扁豆、山藥各有各嘅特點，唔係全部都要塞入同一煲湯。今日個胃好，可以食少量冬瓜、赤小豆，聽日大便偏爛就轉做山藥、白扁豆。近排容易胃寒就減少薏米，食返暖粥。最緊要係食完之後身體舒唔舒服。養生唔係照表抄功課，而係學識同自己嘅身體傾偈。坐得耐，
一定要俾對腳喐返。好多老人家腳腫，唔淨係飲食問題，亦同久坐活動少有關。你坐喺梳化2個鐘，小腿肌肉冇點收縮，雙腳自然容易覺得脹重，唔需要做劇烈運動。每坐40分鐘至1個鐘，就企起身喺屋企行幾分鐘，扶住椅背，腳跟輕輕抬起再放低。睇電視嗰陣可以喐下腳腕，腳尖向前向後慢慢勾。身體唔怕你喐得慢，最怕你成日唔喐。不過如果本身有跌倒風險，關節痛得厲害，又或者醫生有限制活動，就要按自己情況處理，唔好夾硬做。適合別人嘅動作未必適合你。人老咗更加要識得量力，唔係逞強。夜晚休息嗰陣，可以喺舒服同安全嘅情況下，將雙腳輕輕墊高少少，鞋襪亦唔好太緊，避免襪邊日日勒住腳眼。但有一點一定要記住，唔好因為懷疑某種藥令自己腳腫，就擅自停藥。有啲老人家因為血壓、心臟或者其他問題，長期食緊藥，一發現腳腫就自己停1-2日試下。藥物要唔要調整，應該同醫生或者藥劑師講，唔好自己決定。仲有要識得分清普通不適同危險信號。如果腳腫持續唔退，愈來愈嚴重，又或者突然淨係一邊腳腫，仲有紅熱痛，再或者同時出現氣促、胸痛、心慌、頭暈、尿量明顯變化，就唔好再等食療見效，要盡快求醫。老人家有長期心臟、腎臟、肝臟血管問題，又或者醫生已經要求限制水分、鹽分、鉀質，食冬瓜豆類之前都應該先問清楚。天然唔代表人人都可以任食，食療更加唔可以代替醫生診斷。呢啲提醒唔係要你驚，而係教你尊重身體。佛家有個意思，眾緣和合先會出現一個結果。身體今日輕或者重，都唔係單靠一碗湯決定。飲食係一個緣，睡眠係一個緣，情緒係一個緣，活動同治療亦係一個緣。你將每一個小地方慢慢理順，結果自然會跟住轉。福氣都係一樣，唔係突然從天而降，而係一日一日守出來。你肯為自己煮一餐清淡飯係惜身，你肯提醒屋企老人家少啲凍飲係盡孝，你肯陪佢行10分鐘，留意佢對腳有冇異常，呢份耐心本身就係福。陳怡後來每次煲湯都唔再問個女落幾多材料先夠功效，佢會先望下自己呢幾日個胃點樣，問下自己有冇食得太鹹，再決定煲冬瓜定係食山藥粥。有日街坊見佢精神好咗，問佢食咗咩秘方，佢笑住答：冇秘方，淨係唔再亂來。我覺得呢幾個字值得大家記住，養生最怕亂來。聽到邊樣好就瘋狂食，聽到邊樣濕就完全戒，身體少少變化就自己亂停藥。真正識養生嘅人唔係知道得最多，而係做事最有分寸。夏天濕氣重，老人家腳腫身攰，5種天然食物可以幫你將日常飲食調得清淡溫和啲。但真正令身體愈來愈輕嘅係你識得食啱、食少、食得穩定，亦識得活動、休息同埋及時求醫。冬瓜貴在清，赤小豆貴在淡，薏米貴在適量，白扁豆貴在固脾，山藥貴在打底。5樣食物唔需要爭邊樣最強，食得啱你先係最好。人到晚年，身體輕一分，生活就自在一分，心裏面少一分急，脾胃亦會安穩一分。聽我講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番說話對你或者屋企老人家有少少提醒，就請你幫忙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亦可以將呢段內容轉發俾你最關心嘅人。你一個少少分享，可能就會提醒一位老人家，唔好再將所有腳腫都當成濕氣，亦唔好再亂飲寒涼湯水。喺佛家來講，呢份善意就係隨喜，係將關心同福氣傳出去。今日可以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身輕心安，
當係提醒自己食有分寸，動有恒心，心有安定，亦當係將一份祝福送俾屋企每一位長輩。願大家夏天脾胃安穩，雙腳有力，身體輕鬆，心裏面亦少啲憂慮。等我哋喺留言區一齊善念共振。